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记载伫旧约约伯记17章11节到16节，现代中文译本伫627页，台语汉语本伫555页。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。约伯记17章11节。我的日子已经过身，我的计划，我的心所想的已经断绝。因念的做日，讲光困伫黑暗。我若向往阴间做我的厝，我若铺面床伫黑暗中。我若对朽烂讲，你是我的老爸；对虫讲，你是我的老母。我的姊妹，安尼，我的向往伫倒落，我的向往一水会看见啊。到做一个安息伫土里的时，这向往要落到阴间的门窗遐。圣经以上，今采去新牧师要互咱的信息，伊的题目是天堂甲地狱。请咱恭敬咱领袖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这段期间，咱的读经表拢还搁在读约伯记，好亲像约伯记已经读真久啊，毋知啥物时阵才会读了，搁真无味，特别是中央即个部分。所以，咱若是照呢读，会感觉读了真辛苦。这也亲像咱人生的境遇共款，特别是当咱拄着困难，咱总是希望遮个艰苦会当赶紧来过去。偏偏时间好亲像甲咱在作对，也毋知啥物时阵遮个艰苦才会当来结束。安尼讲起来，咱用即个读经表的进度来读圣经，对咱来讲也是一种的操练。对伫咱所领受的圣经节，毋管你介意还是无介意，有兴趣无兴趣，拢共款着爱来去甲读。因为圣经内面每一本、每一章、每一句，拢有伊存在意义甲价值。上帝将伊的话语赏赐予咱，通过遮个无共款的作者，上帝安尼拢有伊的旨意甲目的。咱的人生也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咱会拄着无共款的境遇，毋管你是毋是有介意，毋管你愿意接受，或者是无愿意接受，咱有缘拢着爱经历人生遮个过程。伫遮个过程的中间，拢有上帝的安排，甲伊特别的意思，并且咱嘛会有信心。当咱到伫最后的地步的时阵，咱会拄着好的结局，就亲像约伯共款。咱知约伯记在探讨人是安怎会拄着苦难即个问题，特别是义人是好人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也会拄着苦难。所以苦难袂因为咱无去讲伊，伊就无存在。反倒是当咱对伊有搁较多的了解的时阵，咱愈明白人的有限软弱，搁催逼咱会当来去领受上帝无限的恩典。伫约伯记内面，咱知伊有4个朋友，这4个朋友本来是要来甲伊安慰，总是当因甲约伯在对谈的中间，咱才发现啊，伊对约伯有真大的误解，并且佫指责约伯，讲就是因为你有犯罪，你爱承认，所以上帝来甲你处罚。咱看到约伯即个时阵，真正是有苦讲袂出来，目屎为腹肚内面来流，心事啥人知？伫约伯记，咱除了看到伊有4个朋友，咱毋通阁袂记哩。一开始的时阵，伫第2章，约伯伊的太太对伊所讲的话，伊讲：
你到现在阁持守你的宣传吗？你太无要气杀上帝，然后去死。伊确实反映真侪人面对苦难的态度。兼且伊替约伯感觉毋甘，兼且这嘛是伊信仰的态度。总是约伯并无照着伊所讲安尼去行。不过，咱看到约伯有缘来陷入伫真深的绝望甲痛苦的中间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面，伊讲：我的日子已经过去，我的计划，我心所想的已经断绝。当一个人伊真绝望的时阵，伊拢会想到死亡。虽然约伯伊无讲伊要自杀，总是伊却常常讲到死亡、坟墓、阴间。伊也讲，伫今仔日圣经在16节，伊安尼讲：到做一个安歇伫土里的时，这愿望要落到阴间的门窗遐。是安怎约伯伊会讲到阴间呢？伫旧约时代人，因上早因认为讲，人死了后，灵魂是到伫阴间，伫遐无有光，无有工作，无有愿望，只有黑暗、绝望甲痛苦。佮毋管是好人、歹人，信上帝或者是无信上帝的人，死了后拢是到伫同一个所在，就是阴间。伫创世纪37章有记载雅各，伊听到约瑟死去的消息。当然，咱知约瑟伊毋是真正死去，是伊的兄哥甲卖去到伫埃及，然后摕伊的衫墨费。跟人讲是去互野兽食去，安尼来骗伊的老爸。即个雅各听到伊的后生死了后的消息，非常的悲伤艰苦。伊就讲：我就是到伫阴间，有缘要为着我的囝来悲伤。雅各是上帝拣选，即个家族真重要的人。上是安怎伊会到伫阴间？因为迄个时阵的人就是安尼想。伫旧约时代的后期，就是尼希米了后，叫做第二圣殿时期。对伫死了后的世界，犹太人因才有即个天堂甲地狱即款的观念。天堂就是义人要去的所在，就是敬畏上帝的人死了后会当到天堂。地狱就是无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罪人因死了后要去的所在。那呢？什么是天堂？什么是地狱？因是什么款的所在呢？我相信咱在座应该无有一个人去过天堂甲地狱，包括牧师。我相信伫即个世间嘛，无有一个人伊是真正有经历过天堂甲地狱的人。兼且咱有听到人讲伊伫要死的时阵伊的灵魂离开身躯，就到伫天堂，到伫地狱，也是讲看到这异象，总是这有缘无算是真正到伫天堂、地狱。当然，这会改变伊的人生观。伫即个世间，只有一位，咱嘛知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伊真正，伊是对上帝、对天顶来道成肉身的人。伊死了后，也到伫阴间伫遐传福音。第3日死了后，搁活。搭上天，所以伊是唯一有到伫天堂甲地狱的人。咱伫福音书内面会当看到主耶稣所讲侪关系天堂的譬如，伊讲上帝国就亲像啥物？因为咱有缘无法度真正了解上帝国是啥物，伊用譬如互咱知。伫福音书伊也有侪关系遮地狱的假事。事实上，伫圣经的内面就有真侪，咱会当找到遮个天堂甲地狱的圣经节，特别伫启示文学，就是启示录，伫但以理书，伫以西结书，遮个拢会讲到。咱拄则所读的启应文32篇，也就是圣经的以赛亚书11章，这也是关系到所谓弥赛亚来时阵上帝国的情景。总是老实讲，咱对天堂地狱的了解有缘是有限。那呢，什么是天堂？什么是地狱呢？简单来讲，天堂就是有
遮个真水、真好的物件甲代志会发生的所在，就是咱所欣赏、你所想会到，甚至想袂到，遮个好的物件伫遐个所在。搁较重要，天堂有上帝，主耶稣同在。伫遐嘛有咱历世历代的信仰前辈，甲咱的祖先伫遐。那呢，第二呢，就是一个人会当伫遐来受尽所有的艰苦，特别就是有火伫遐在烧的所在。伫遐也甲上帝性命来断绝。主耶稣讲，伫地狱虫袂死，火袂化。搁较重要，毋管是伫天堂或者是地狱，遮个拢是永远的，拢是无有停止的。我想，咱若是会当选择，咱应该拢会选择要去天堂，毋是地狱，对无？无你哪会伫遮？咱就是有愿望，咱嘛就是想讲要去天堂的人。事实上，咱真正会当来选择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咱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同时也会当互咱来进入天堂。当然，咱嘛着拍拼，因为耶稣讲，上帝国是爱拍拼来入去。总是上帝会帮助咱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会当伫主耶稣基督甲圣神的内面，咱有天堂的愿望。咱做基督徒也确实应该有即款的信心。天堂的生活毋是来世愿望那定，当然，迄是有一天会发生。总是咱嘛期待。今世会当有天堂一般的生活，因为上帝恩典，互咱伫地面上就会当大声来享受对天顶来的快乐；伫今世就会当大声去đảm着即个上帝国天堂的滋味。我相信伫咱人生的中间，咱拢有体验过，亲像伫天堂的感觉。比如讲，咱的愿望实现。咱会感觉真快乐，感觉世界真正是美好。咱的感情去互人来接纳，毋管是友情或者是你的爱情，去互人接纳，咱嘛会感觉足快乐的，敢若伫天堂。甚至咱第一届诚做人的父母，咱会感觉即个世界真正是美好。或者是咱若是失望的时阵，会当得到一个人伊的安慰、伊的鼓励，互咱搁再恢复咱的精神。咱嘛会感觉这就是天堂。甚至咱会听到真好听的音乐，才会咱就感觉讲这是对天顶落来真好的声，这也互咱感觉就亲像到天堂一样。只是咱嘛看到这个拢非常的短暂。因为欢喜的时间总是过了真紧，总是通过安尼，上帝就互咱大声去đảm着，好亲像是伫天堂的滋味。真相像，咱嘛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常常去经验着，好亲像是伫地狱的感觉。有真济个例，我想毋免伫遮一个一个来讲，我想咱拢有一款的经验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互咱感觉真艰苦，甚至你足想要离开即个环境、即个世界，也是讲就要结束咱的生命的时阵，即个时阵可能就是已经伫地狱。好佳在，这也拢只是暂时那定。当然，咱伫迄个中间，咱会感觉足久的，甚至感觉。即个艰苦好亲像是无一个结束的时阵，总是咱嘛着知影，至少甲永远来相比拼，拢会当算是真短的时间。只是咱有缘会感觉讲，安尼已经有真久啊，真有够互咱感觉真痛苦，就亲像是地狱共款。总是咱毋知有发现一点无？常常互咱感觉会当。上天堂的人，也常常是互咱落地狱的人。愈是亲近的人，
如是咱抓准讲，因会当互咱经验着天堂滋味的人，也往往是互咱心情落入去地狱的人。因为愈亲近的人讲话愈直接，愈亲近的人愈会甲咱伤害，甚至因所行所做也愈互咱来感觉失望。厝内人常常是咱上大的快乐，常常是咱拍拼的动力，总是常常也是咱上大的艰苦。也求上帝帮助咱，保守咱的家庭，互咱袂去拄着试探，袂去拄着这个风疫。佮求上帝帮助咱，特别当咱伫祈祷，咱为着咱关心的人伫祈祷，为着咱的家庭伫祈祷的时阵，也求上帝帮助咱。迄个真正需要被改变的人是啥物人？就是咱家己，就是你。因为咱是有得到上帝恩典福气的人，咱也有得到上帝智慧甲气力的人，所以真正会当来改变咱家庭气氛甲关系的人，毋是你，无是啥物人。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甲咱厝内人斗阵、亲近的人斗阵的时，互咱会当互相来珍惜，会当用疼来相款待。上帝国伫倒位？圣经讲，上帝国就伫恁的中间，也就是伫咱的心内，伫咱遮个属伫上帝团体的人的中间。因为咱是有上帝国气力的人，也就是讲，咱是有气力将上帝国带落来的人。因为咱已经大先经验到上帝国的使命甲气力，所以上帝伊也爱咱，会当将天堂带互咱周围的人。总是伫咱的社会，甚至伫咱的世界，咱有缘会当看到有侪人的生活，因有缘继续亲像伫地狱的中间。咱看到有人失业，拄到经济问题，因非常的艰苦。嘛有人拄着意外受伤，有人破病，失去健康。毋知咱还佫会记伫八仙乐园的事件无？伫迄个时阵，咱拢真关心，但是咱嘛看到即马好亲像遮个新闻已经将遮个人灭记去啊，因为有佫较侪。新闻佫较侪因要报道的话题，总是咱看到遮个人，遮个受害者，因身躯的艰苦，甲因厝内人的辛苦是继续伫遐咧发生。因有缘生活伫地狱的中间，甚至咱嘛看到伫同一个地球，同一个世界。咱也会当看到侪人因为天灾、因为战争来家破人亡。到现在，伫中东、叙利亚、伊斯兰国的战争，侪难民到伫欧洲，真侪人伫地中海来淹死。这个代志事实上是继续在发生，虽然咱的新闻无伫遐来报道。不过，我嘛相信，咱拢是有上帝迄疼的人。咱若是知，咱的确拢愿意来帮助遮个人。总是咱嘛爱承认，有侪苦难是咱毋知影，或者是咱的能力、气力是有限，咱会当去帮助因的管道也是有限。总是咱有缘会当来为遮个代志来祈祷，求上帝来怜悯、来看顾，因为因有缘是上帝的囝子。因无法度选择因的环境，就亲像进前伫尼泊尔有地震，真侪人受地死共款。咱袂当亲像别人讲因为因就是无拜上帝，所以才会拄着遮个灾难。这是无疼心、无良心的话，因为因无法度选择因生活的所在，伊嘛无法度选择因出世的所在。总是今仔日，咱既然得到上帝的恩典。
咱是毋是会当尽咱的气力来去帮助因，甚至会当有人到伫遐个无听到福音的人的中间，互因会当来得到上帝的拯救。主耶稣伫路加福音16章有讲一个财主甲孽撒路的故事。我想即个故事咱应该拢知影。大概是讲，即个好业人财主，伊非常好业，所以伊会当真奢华宴乐，甚至是真浪费讨债。另外，即个孽撒路，伊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民，一个乞食，伊还阁有皮肤病，所以检查伊的生活一定毋是真好势，这是绝对。最后，因拢死去。所以，上帝真公平。咱伫世间，毋管你的身份地位、你的生活环境怎样，最后拢会结束。只是结束了，要去倒位？咱看到因的结局，就是即个孽撒路到伫天堂，然后迄个财主到伫地狱。伫遮爱来甲咱讲一项，咱千万毋通掠做讲啊，即个财主。伊会到地狱，是因为伊在生的时享受有福气，所以死后到伫地狱受苦。即个孽撒路，伊在生的时真艰苦，所以死了后到伫天堂来享受福气。安尼在生的时阵，甲死了后的情形完全倒摆，毋是安尼。请咱爱注意，毋是安尼。那安尼是安怎？即个财主？伊会落地狱，即个孽撒路到伫天堂咧。简单来讲，即个财主伊会到伫地狱，是因为伊有气力来做好，来行善。伊无要去做，却用来享受，用来快乐。伊对伫周围的人的苦难拢无关心，甚至即个孽撒路就伫伊的门骹边，伊也无去关心伊。总是即个孽撒路，伊会上天堂，是因为伊有理由埋怨。我想真侪人拢是安尼，咱若是拄着艰苦，咱真容易就埋怨上帝。但是即个孽撒路，伊也无有自暴自弃，也无伫遐来亵渎、来骂伊的祖先上帝。所以伊最后上帝互伊到伫天堂。咱伫今世中间，上帝互咱的境遇拢无共款。有的人检菜较好业，住豪宅；检菜因出世，人讲含着金汤匙出生，金就是伫贵族的中间。有的人检菜出世就是负债，出世就是真无好的环境，有的人真臃肿，活百字；有的人身躯真无好，一直一出世就是罕见疾病，着拢爱食药啊，拢爱接受治疗。上帝互咱的境遇确实拢无共款，咱袂当伫遐来埋怨上帝，哪会遮尔无公平？总是这就是上帝互咱的机会。咱若是有遮的资源，咱若是有遮个好势的环境，你若有气力，你是毋是会当去帮助别人？总是当咱不幸拄着艰苦，是毋是咱着亲像一般人伫遐着开始来怪罪上帝，甚至讲我无爱信即个宗教？今仔日，咱若是会当看到上帝互咱的机会，咱的确把握机会，咱的确。咱就会当来进入伫迄个永远的天堂。搁再来，咱伫地面上，咱若是会当真正彼此相听，咱也相信上帝国天堂就要伫咱的中间来实现。结论来讲，咱既然有来世会当进入天堂的信心甲愿望，咱小想，咱也着期待天堂上帝国。伫今世就会当实现，就亲像咱逐礼拜，咱伫主祷文，咱会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
这是咱每一位基督徒咱共同的祈祷，也是上帝所予咱的使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恩典满满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阮有活命。你阁予阮伫即个世间徛起伫你所创造即个水的世界，来享受你所要予阮逐项的欢喜，逐项的快乐。总是主，阮伫即个世间，阮确实会经验到亲像天堂，才会予阮知以后阮所要去的所在，就是亲像安尼。并且是永远的。伫即个世间，阮爱经过苦难，这也提醒阮，阮无希望伫地狱也拄着遮个艰苦，并且迄也是永远。总是主你，予阮会当担着天堂的滋味，因为你疼阮，你也爱阮，会当甲人来分享阮所得到即款天堂的滋味。也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艰苦的中间，阮会当来倚靠你，互阮会当来起调即个信仰。佮当阮得到好势，当阮伫顺境的时阵，当阮有困难的时阵，阮也会当来看到伫即个世界，伫阮周围，有侪人因要活伫真艰苦的中间。也求你来帮助阮。佮帮助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互阮会当欢喜，也将天堂来带互因，也互阮会当用你的疼，用你所互阮的恩典来去疼阮周围的人。因为圣经讲，阮若是无法度疼遐个看会到的兄弟姊妹，阮就无法度去疼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也求你伫阮的中间，将遮个诚侪阮的提醒，诚侪阮的负担，阮相信你也要赏赐教业的困难，互阮，也互即个地面上，因为阮所付出的疼，诚侪地面上的上帝国。阮安尼祈祷，是我靠基督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